云林北港的万优纸厂，曾经是国内3大纸厂之一，尾也来破产。2019年要甲纸厂来拆掉的时阵，工损害到附近的厝，所以来停工。经过2冬的时间，总算是协调好势，甲这个纸厂78米悬的烟筒管甲拆掉。 北港万优纸厂较早是国内3大纸厂之一，后来经营出现问题，宣布破产。2019年进行拆除作业的时，这个煤仓倒去缀着附近的人家厝，和民众更加烦恼讲，差不多有60年历史，78公尺悬的烟筒拆除作业时会有安全的问题，所以讲就要求停工。经过2年，伫民意代表反映，甲厂商、民众、县政府协调完成后，总算会使开始拆。 就是上次在拆除煤仓的时候，因为它突然撞下来，这个就像好几级的那个地震，所以居民大家拢惊到，拢打拢照出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才知道说万有纸厂在拆除。拆除的时候，他们很怕有危险性。 拆除工程属于烟筒顶一年慢慢拆，估计讲要1个月时间，县政府嘛表示讲会不定时来巡视。脚快手，然后搭在那个作业平台上面，由烟囱的顶部，然后以那个小破碎的方式，一环一环的将烟囱一块一块的卸下来，这样子。经过2年协调，总算达成共识，要将这个78公尺悬的大烟筒甲拆掉。嘛讲未来这个所在会使有规划，和地方国活化，增加就业机会。